掌声好啊！掌声午安。那首先，我先交代咱学校今日出现这个原因。本来咱中心安排这个我的讲解应该是爱请咱新人黄点文书。那因为黄点文书最近身体个咧调养，还未调养到，会当行伫大学里1点钟的1点钟的时间所以伊只是学校来完成这个作业。那咱新闻现在咱点文书安尼指示，咱当然有出来。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咱当然咱把握。经过咱点文书，就是咱的秘书长，咱这个秘书长点文书，去甲监理清晰了后，监理准准，互我排除这个课程来到遮，咱各位监理沟通，咱来学习这个课。那所以先开始的时阵先甲咱各位监理报告这个内容啦那咱学校咱各位咱今日是啥物班？中规课班。咱学校咱第一讲讲的时阵咱换了一个大课程，时间的关系啦伫时间上无控制了所以伫我的话术部分昨是无完整的由头到尾无完整的介绍。所以学校咱经过这指示，咱换了这个过程我昨是几个班，学校我是刷一班，一班了咱记了，班了咱当然记的是会课班，马上来会课，参会改革。所以今日学校时间在调好，所以咱就讲请咱来过一个，咱来进行这个讲解。学校昨犯的问题是啥？无守时咱第一个讲书啦讲书讲课的时间开始甲结束。这甲咱第一啥物关系？对每一个时阵，拢有咱做代志的时机。你要做啥物代志，时间上拢有定好。像咱这大班，几点开始，几点结束，每一班几分开始，几点开始，几点开始。这上天拢报伫上天顶管，上天会莫互我先来监察，因为你时间开始就爱开始啦，时间结束互我先就要走，所以咱来休息。那这套路一个咱修办道顶管都有这非常的重要。咱修办道的人，你绝对要有一个自律啦。咱讲自律，你家己自律做了好，因为啥？上天的监察，毋是伫咱的这个班安尼监察伊搁伫咱日常生活中教你一个人的时阵，上天会甲你监察。所以你若自律做了无好，对你要修道有成就，这是足困难的代志。伫金刚经内底，头先迄几句就甲咱讲，伊爱调时啊，啥物时爱做啥物代志。金刚经第一章是安怎写？第一文安怎？如是我闻，一时我在舍卫国，其数及孤独无远，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尔时世尊，迄个时阵，尔时世尊着衣持钵，世尊着衣持钵度舍卫大乘其时，于其城东刺激其凡至本处凡时，其受一钵，喜足以无作而作。这段足明确的，甲咱讲，世尊甲咱指示讲我就是安尼修的。对内底你有看到啥物物件？内底你有看到啥物物件？
世尊已经证得佛道啊，伊到自律足强诶，自然而然，伊修迄个时间，食饭诶时间到，咱就食饭，食饭了爱安怎？各位食饭了爱安怎？洗脚、洗手、洗手、洗口。时时所以时波数，入舍大量其时。食了后，饭碗洗洗，因迄是吃饭，饭碗洗洗了后，物件收收诶，洗骹洗手。伫伊迄因拢以前拢打坐，伫迄打坐诶顶悬吼，物件收收诶。各位，咱伫咧修烦恼，你若希望修了诶时，即点绝对要好好去读经哦。伊啊去讲哦。金刚经外在是一种文字的解说，咱看到的是文字啊，咱无看到迄个相啊。其实文字嘛是相，因为咱即个时候，咱无拄着世尊啊。其实吼，应该讲啊吼，搞不好各位先生，咱以前捌伫世尊遐听过经啊。只是讲咱每一个事该做啥，你就该做啥。今日咱是回个班，各位。你来遮是要做啥物代志？悔改。悔改。那么咱到做好悔改的心理准备。你敢知你要悔改啥？你敢知要悔改啥？我讲问一遍哦，你敢知你要悔改啥？昨我都毋知，随凡过世，咱嘛咧想啊，因为佛法吼无啥物咱生海态的啦，迄是对着咱的。用心的讲师培训班吼，他自律自强，拄啊有咱王检师会使伊的什么积德，互我较有法度去接受一款物件。吼，啊，毋过咱咧做的时阵，你若是无自律吼，时间做无够，你家己家己，咱叫做自我管理啦，讲较白叫做自我管理，你管理了无好吼，你的心得会足侪啥落实。足侪犯过事，你也毋知，你也毋知。所以世尊伊甲咱讲，第一，啥物时阵你该做啥物代志。那搁进一步来讲，对咱伫咧修烦恼的时阵，你敢爱安排咱家己的时间安排好？绝对要安排。家己做的代志，家己爱收尾无？家己爱收尾。所以讲到这。我有一个心得分享啊，咱伫遮三楼活动，咱遮相当的重要。咱的地板吼，所以讲咱地板真吼足清气。啊，毋过吼，咱是伫咧食便当，食便当了后，各位你讲甲你附近小整理者，咱拢便当收收的，当食食吼，饮料食食的吼，涂骹拢无整理。啊，这是当时看到的，护法站咧入关的时阵，咱尾仔入关。伊也爱修改，伊也修改了，咱来拜点，各位，咱等下找时间咯。我先甲咱讲，咱等下找时间，甲咱前后左右小整理一下。啊，无你到有时阵咧拜点的时阵，你毋通去看日饭点咧。啊，你咧日饭的时阵，拄啊酷暑的时阵，后壁来讲看日饭点，我们可能不看到这个你安怎想？那么这是一种咱对文字。进化到什么啊？这个一种修持。所以咱读《金刚经》的第一文，咱有所体会，修道人家己爱有自律的。那这个叫悟啊，或者这个叫悟。今日佛法有一个道，我伊的建议叫做悟啊，对这个什么叫做悟？咱目睭所看，叫做相，色相啊。咱目睭所看叫做相。咱鼻仔所闻的，耳根所听的，互法境甲咱各前面报告的一言一语，这拢是一种表象。表象会引起咱的思维，这叫做想法啊，这叫做用人的心去想代志。各前面，这叫做想，这无叫做悟。啥物叫做悟？悟你就爱甲咱的表象为的慢慢那个体会，破相啊。爱甲咱表面上看到物件，你也慢慢甲体会，体会了，你也看内底这个表象内底咧透露，互咱的真理是啥物物件。
啥物？去请是坚定的，你对当时的代志，因为咱当咧学习嘛，所以拄着坚定的机会相当的宝贵。我讲，我就决定清醒啊！我就真正讲我想要好加去学儒家的经典，儒家的四书五经，好迄阵去，迄阵都有定定去中国大陆，所以去咱咱遐条线中国来结识，坚定支持我一件代志。伊讲啥？伊讲你咧讲经你咧讲着经典内底稳重的真理。标准是安尼写，世俗的人是看标准，所以世俗的人看袂起论语有一个，咱慢慢度过。世俗的人，他不认为论语的道理是好的。我伫网络拄过一做，伊讲咱咧儒家的思想伤古板儒家的思想伤古板，迄是过去伊的皇帝用儒家的思想来控制人民的一种方法。各位实际上敢是？毋是啊！你若好甲去研究，你会知影，孔夫子是啥物？民主。孔夫子确实是以民为主，是讲坚定甲我交代讲你安尼看到内底的物件，各位坚定，这叫做无。所以伫安尼咱咧做辉格，各位辉格，咱咧讲辉格，咱的课程有表面上的课程，都有啥物内在课程。会知影，咱有经理伊的会内底，各位坚定，咱到详细看，内底敢是有一个8仙讲的话，伊讲咱人除了外在即个毛病，搁过错以外，啥物叫做过错？我举一个啦比如讲昨咧讲课的时阵，无尽着即日该讲的物件讲无完，叫做失职嘛，失去了咱即个讲师该有的本分。本来咱准备材料都安尼一直甲讲无完，结果时间讲了无好，即叫做外在过程啊，过程，即叫外在过程。外在过程爱改无？外在过程爱改。啥物叫做内在过程？内在过程就是互学若咧准备即个题目的时阵，互学的心无到位，无尽心去准备，认为这足简单，这网络查的抄的，安尼就交代啊。即叫做内在过程。所以各位你也想会知影咱有经理讲的内底8仙迄个啥？我袂记起迄个8仙是倒一个大仙啦又讲咱人的起心动念，是拢是过程。都是过错。所以咱今日各位真正咱爱讲，咱真正爱讲。好，那即个道观伊主要伊的内容非常的多，伊主要分做3部分啊。因为咱昨前现甲互我交代讲迄字袂使详细字，搁爱做一个啥物？各位前面你爱看的版本甲咱无共。伊讲搁爱做一个等下做同个笑歌，要互各位前面咱对个笑，伊看的版本。所以咱的文字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主要分做3部分。毋过若请各位前面安尼看我讲安尼效果可能无啥好，所以互我甲咱的部分拆做7个类型，安尼字甲咱放较大，咱较好看。来，所以时间有限，咱把握时间来先来了解这个道观内底的意思。这首道观是咱南海古文，就是咱的南海观音各位拢知，南海古文也好，南海观音也好，是毋是拢是咱以世来拜到大的观世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各位真正观世音菩萨对于咱的五经各是秉承一位。跟圆通秘经。咱的语音第一步。因为伊这论文是啥物？伊这论文是用国语发音的啦，所以互我来念台语父母部分就念做袂顺啦。所以互我咧念的时阵父母的部分互我先用国语来讲伊讲重生与力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
无量心生无报无极限，无极天生其喜海相连。为何君视而不见？归居净华园。悟性悟觉悟共，心甘情愿。对第一句，咱十分所熟悉的。咱咧念经的时阵，到念过一句。为什么咱今日咱的悔过？所以我为什么会讲咱对这个？你到底敢知影要悔过啥？因为我就是这个问题。咱在咧念原文的时阵，敢是有一段前言讲，因为前言的帮咱教迄个啥，咱的过程会列出来。啊，毋过，敢有法度列甲咱每一个道亲，咱每一个班员所犯的过程，无可能。咱人的毛病真正是太多，所以伊是毋是有一段时间，是叫你家己甲上天表变？各位姐妹，想起来无？当你悔过的时阵，前言差不多会当1分钟、2分钟的时间，互咱家己甲上天表变。所以，你敢知影讲啥？咱若毋知，你真着爱开始想。啊，无就无采你今仔日来入班，你的入班会变做一种形式。我有来入班，在座拢是请考以上，各位姐妹，在座拢是请考以上，无请考袂使入这个班。我请考28天啊，今年都满28天。对请考以后。一单的悔过班就爱入班啦，请考28天入过，看了今年后算下爱28遍的悔过班啦。若教新春班几遍？同款28遍，加起来56遍啦。所以逐当安尼什么悔过？你叫逐当安尼进步。既然悔过，过错你悔了。敢会使去还？你若去还就无算悔过咧。所以各位姐妹，咱要小清楚，咱真正要小清楚。过去互我共款啦，拢我做袂好。啊，毋过今日准备这题目家己去参会啦。来，咱人的毛病是伫伫倒啦？本书咱有啥物有味一开始了，咱的毛病是伫应伫倒位？心意意，这个心意意透过着啥？对应着咱人身口意啊。心是代表咱这个肉体，语咧代表你这个嘴，意咧代表你的心嘛，意代表你的心。咱人的毛病是毋拢比较开始，咱人的毛病拢比较开始。所以你真正要忏悔，你真正要忏悔，你着要好好去想。你好去遐想，你伫这3部分，简单来讲，观世音菩萨要甲咱提醒，你爱伫这3部分入手，啊无你安尼逐工想，你拢毋知咱家己完成什么过程。你伫这3个部分入手，较好入手。所以对咱的身躯，对咱所袂讲的话，你食的物件，咱过检的先到进前，食物件到嘛过程。有啊，你食众生的饭，这就是一种过程啦，叫讲因缘嘛。咱心内到定起任何的怨恨心，足容易，因为咱心有贪嗔痴啊，以假为真嘛。所以咱毛病真正有够济，所以人爱高分甲咱提醒，你爱对家身与意这3个部分做好。我觉得咱真正好好想。这是真实，因为咱今仔日是悔过班，咱各位拢是请教以上的人才，我讲话咱无讲较清楚的咱算实际那么看着咱即句，体会着讲咱有过程，啊，毋过各位，咱咧准备这题目的时阵，我较想，咱人有足大的过程。有个人讲我也无做歹代志，我就请靠真简单啊。我嘛足久无骂人啊，我嘛无安怎，所以我嘛真正无啥物代志啊悔过。过前日，咱人有啥物足大的过程？过程伫倒位？易经内底我在学易经内底有2个卦真趣味，
一个叫做小过，小过，刚好咧记过迄个小过有关，一个叫做大过，一小一大。这两个话讲的什么意思？小过，讲的是讲咱人该做无去做，小过。咱人你做了过头，小过。因为你咧做，你该做，你做了无够，嘛是咧做。啊，你做足用心，结果做过头，啊，这拢是过失啊。有啥物拢会失去重要，失去重要了后，咱会影响就是规边的人，包括影响着你家己。所以小过叫做小过，这个话伊是讲咱人做超过，啊袂做过，你做无够部分。啊，啥物叫做大过？大过就真正是迷失的，犯了大过者是大过。所以咱对李天乐啊，降生伫即个人世间，咱人就有三个大过失。这是互我家己体悟，甲咱各位前辈分享。有啥物大过失？孝经内底亲像一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畏之。孝之死，所以咱敢有好啊维护咱家己即个肉体。即个肉体虽然讲伊是假的，啊，毋过咱活伫人世间，敢莫好好去甲用，伊爱好好照顾。啊，无当你的身体因为你家己失觉差，家己无注意，家己大意啊，你去用法律了后，是毋是会影响着咱后壁人生？影响后壁你的生活，你甚至会影响着你修办道的啥物，会顺利，甲无顺利啊。所以各位咱为着真好的，所以孝经内底甲人讲叫孝。各位咱对你天落来，人性是老母娘互咱的。你伫你天落来，你敢有甲老母娘互你的物件拍落去？敢有？老母娘互咱的自信，是毋是圆满无缺？是毋是无烦无恼？是毋是也袂甲咱结完成不真不假？结果安怎样拢会光明啥？光明自在？咱敢是甲拍落去啊？这是第一大个。咱对你天落来，甲老母娘互咱上圆满的物件拍落去啊，所以咱会对起老母娘啊，对袂起啊。所以咱拢是在座做些拢是做人有好诶人。你开钱买物件吼，囡仔用，囡仔若无好啊用，你安怎？啊，无彩我咧趁钱。啊，无彩我咧趁钱是买这物件，你甲我讲买手机，我就买手机几万块买互你；你甲我讲买平板，我就平板买互你；你讲买笔电，我就买笔电几万块买互你。结果你甲我三气生电动玩具，做有好诶人心诶，然后诶，我开遐侪钱，我开遐侪钱，所以咱对你天落来，咱甲老母娘互诶人物件是拍落去。这个注意，这是第一大过。第二个大过是啥物？咱身体无明。身体无明，你人就迷失了。迷失了后，咱起了足侪疑惑，叫做惑啊。咱因为有这个惑，产生了分别。有分别了后，咱就产生了执着。咱的过程，咱的规个点站规个用规，有过失无？迷失佫还好，迷失了后，伊有去无明。啊，你个人应该讲吼，更正一下吼，甲老母娘互咱的自信拍落去啊，这个还好。你帮做歹代志佫还好，啊，结果咧，你佫去做歹代志，做歹代志了后，咱即世求了道，老母娘依照伊的约束，当初咱伫你天落来。咱老母娘甲咱拍契约，合同嘛，你敢有照做？传三宝互你，传迄个互你，你敢有好啊去照做？无啊。第三大过，这三个除了各位前辈，咱伫道条好啊去讲了完，恢复咱本来自信，啊无这过失永远伫个。
所以重生语义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各位姐姐，看这个机会，好啊啥，好啊去啊想。无量心生无报，无极限无极限，生喜喜还相连。为何君视而不见？归居庆团圆，悟性悟觉，悟空心甘情愿。所以咱的过失遐尼多，你就来好啊甲解决。哦，先去把咱的问题找出来，咱烦恼什么过失，好好去解决。什么叫做无量心？生福报有极限。咱伫人世间，足侪人拢爱受福报。各位今年福报好无？好报，做好诶，福报做好。福报啥物对福报？是讲咱咧追求福报以外，咱更爱受一寡智慧。所以佛家爱讲，咱爱福慧双修。落伫人世间，即个福报是有限诶。落伫人世间后过一年，你毋通想讲，代志是所有诶物件福报会当无限制。你伫人世间就是落入一个数，有一个数啊。咱的年纪到数，你就是活到几岁嘛？你领薪水到一个数字伫遐，福报就是安尼，你就是领安尼啊。你一世人就是安尼赚遮多，所以落入人间闹福报。那么咱要安怎创造无量限的福报？伊才甲咱讲，观世菩萨甲咱讲，你的心。袂使有即条，你爱叫做无量心。无量心就是你无受着外在所有的束缚，咱的心量爱广阔，啊毋过做咱有有限，啊毋过心量爱广阔。你用无即条的心去做福报，去受福报，你的福报才会当源源不绝。所以在无极限什么意思？毋是讲你即世人用的话，毋是这个意思。这无极限是你因为你起了这个心，你的心如果是叫生世世，你拢会当受用这个福报。无极天生喜喜还相连，你讲的是讲咱这个理天、气天、气天，这个无极理天。无极理天是道的化身啊，所以咱因为道生喜喜，就是代表生生不息。道是生生不息，多简点。你教我特别达到生生，啥谢谢？说到这个，我现在刚才跟我手机时啊，我对，无极天啊，生喜喜还相连。伊的是咱的无极理天，咱道伊的奥妙是啥物？生生不息，还是讲咱啥物？讲咱这个原理为主啊。老母娘的囝儿，其实咱的心量拢是甲老母娘做伙，甲无极理天了做伙。啊，毋过咧，伊才甲咱讲啊，为何本是不觉，不见规矩庆团圆，无成无觉无功。为虾米咱世间人拢会完全看无？你着爱去悟啦。所以咱即个题目叫做悟。为虾米爱悟成？因为要有你啥物化度阴阳五行嘅啥？的限制，叫做超气入理。为啥物爱无觉？因为咱咧修道，你无觉性，你就袂知要安怎修。咱修道爱有个物件，第一叫做觉性，一个叫做悟性。觉性是啥物意思？你爱有才调，觉察到啥性幻伊的差别，你要有才调，觉察到为啥物我要安尼做。咱今日做侪人，做侪经验，咱来定是咱。做侪人甲咱诱来，所以你爱家己去察叫做无觉啊，你有一个觉啊。为啥物无空？因为世间的物件一切毕竟成空啊。你回去了，咱下早点仔就有讲啊。你回去了，你身躯顶头的物件，甲比你的无半项事，无半项事。所以伫你在世的时阵，会使控制的时候，各位一个咱着爱好好去来用。所以各位一个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各位真简单，依咱在座各位真简，你请过偌济愿啊？求道的时阵，咱敢有入10台愿？敢是人举刀啊，甲你压掉的，耶稣啊，甲你拔掉的，拔去佛前，叫你入的，毋是你心甘情愿。情是啥物意思？迄个
个愿是念无老母娘听，你念无老母娘听，老母娘该互你求道。咱亲口的时阵，敢有念亲口愿？迄敢是人甲你压掉的，讲你袂使走。你对今日开始无食素是袂使，敢是？嘛毋是，迄是各位前人心甘情愿，听规工的课，每啊请咱前人慈悲，互咱立即个愿，规日有尽即个愿，所以迄是咱心甘情愿请。过来咧，咱什么啊？咱真无偌久靠大参会办，吼，我相信咱大部分嘅前人，拢会把握机会，因拢亲口以上了入去大参会办。大参会办是咱父母，老母娘求来，世人看咱是即个变，即个愿啊，看咱是一变尔。各位前人敢是别人甲你压去的，全部拢毋是。所以咱已经历过这3个大关啊，咱真正有历过这种。所以这拢是咱心甘情愿。既然心甘情愿，各位前人，咱来好好去甲了这个愿望，绝对啊！来，再来看一看下骹才有4个放下。放下颠倒梦想，放下愚怨的放下空欲色，放下信念，多一物增添的无限杂念，少一物贪嗔痴会少一点。遮讲的就是各位前人，毋通搁分别，你爱甲无需要的物件，性烦不如清，真假看有理，该放下，咱来放下。颠倒梦想，甲放下；愚怨，甲放下。为虾米讲愚怨呢？就《易经》内底有一句话叫做“何大怨，必有余怨”。这个余怨是创伫倒位？各位，你会讲我昨昏甲人换家，心内起凊有心。我嘛无继续换啊！你下暗想想的你是换家下暗想想的讲，我无再换啊！外在的事你有放下，我爱放下啊！毋过你敢有真正放下？无放下，无放下。你甲人结完仇，不管啥，不管大小，伊拢会变做你的业食经济。这个业食经济，伊会藏伫咱的行业业食内底，随时伊拢会发作。你藏愈多，愈积愈久，伊发作的时阵，威力愈大。所以，为虾米伊讲遮讲放下愉悦？所以你要透过修持，即个头发就放掉。无业食经济伊伫即个内底，不管你几岁，未来是总有一天，迄个物件会成熟。你若无落工甲去掉，总有一天会成熟。所以咱要放下。下骹有多一物增添的无限杂念，少一物贪嗔痴会少一点。所以伊叫咱安怎？好好去遐想啊！各位前人，你真正是真正好好去遐想。做些物件，你敢有需要去甲发现？咱过去有课程讲需要跟怎样，想要跟需要的差别。这个物件你想的，甲啥物啊？需要是毋是有差？需要的你就一定爱买落，想要的其实是一种啥？一种欲望。好汉以前咱这上简单的例咱进社会男女的关系真正足严重，足乱。人讲的婚外情足多。互我简单算这，为什么要甲伊算这啊？过前日咱修道绝对要讲清楚。咱讲三清四正，其中一个叫啥物？男女清啊。过前日，你几个爸爸？这几个爸爸的语录。一个爸爸，我一个爸爸，一个啥物？一个爸爸。除了咱有一寡姻缘正常来讲，咱就是一个人，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你的爸爸几个爸爸？正常来讲，一般来讲啦，你的爸爸嘛，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啦。所以以咱个人来讲，甲你直接有关系，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个阿公，两个阿嬷。当然，互我咧算啥？因为你是恁妈妈生的。
爸爸妈妈联手，你才有法度。所以甲你有关系，咱过你也是甲你有关系。你的夫妻对象，你的爸爸妈妈，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什么？两个阿公啊，两个阿公，两个啥？你有两个阿公，因为爸爸遐一个，妈妈遐一个。恁某、恁前世是不是有咱两个阿公？所以各位前人，恁两个夫妻加起来几阿公？四阿公、四阿妈。我告诉你，八阿公、八阿妈，爸爸两个，各两个，各两个。你今日进入婚姻了后，你若搁去结迄个什么？结迄个婚外情，不管你什么任何的理由，对方嘛遮侪阿公阿妈。我为什么记这个？因为多一物增添了无限杂念。为什么讲无限？因为你敢用因缘来算，划不来。咱人世间，咱活人世间，景气是拢平凡啦。所以你爱好啊去啊上。有一款物件虽然讲伊看起是表面上是无害的，毋过伊会互你造成足侪因缘的牵连，你抹袂掉，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的生命。我中昼的时阵啊吼，我毋是讲等下要讲的是浪费生命，你正常结婚的是用责任嘛。我中昼看咱头先吼，食饭是分便当。便当咧是讲过节日，咱做做拢一项使，坐位坐着，安怎开始食？啊吼，伊咧困着爱照顾囡仔，但无囡仔拢照顾。啊，一个囡仔出来吼，要找一个好所在，互囡仔会当好啊照顾。妈妈当然是无食，要带去休息室，带去休息室内底，啊，去带出来。互我安尼行来行去哦，甲人讲话，因为我头先咧讲话。伊20分钟啊，妈妈还袂食饭，10分钟咱就食饱，但是妈妈承担着伊个责任，食饭哦无定时。所以各位姐弟，你学袂去母，你若是为咱的道理学袂去母，你会牵足着地，牵扯太多，所以这点咱绝对要好好想。若是缘，摘苦缘也是甜；若不缘，尘埃化心田。单单来讲，咱在世。咱来随缘应化。你若是歹的，咱来想法甲转做好的，再可怜嘛甜啊！人生虽然歹过，毋过咱行的是有正路。你为咱行的是正路，你爱互你的人生飞啊是更加是好的。咱讲的毋是咱在世的问题啊，咱若听迄个下晡咱听迄个2点啊收讲咯。因昨看我有听着，伊会讲啊，在世的物件无重要，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啦。啊，毋过各位，你离开这个人世间，迄确是咱修道的重点。所以重点要讲好，若无缘，你若好啊去甲迄个因缘看透迄个因缘，你才有法度真正甲咱的真爱，就是咱头仔讲的真爱，化伫咱的心灵内底，互咱的心。无法度过一点，各位，咱有看因缘嘛？咱的因缘你要看透，因缘灾风灾因果灾风灾，你要看透，那叫做视透，那叫做视透。尘世斩断恩与怨，回首一瞬间，种棵善因，等你修好每一天。真正你若要好啊，咱看无遐久，陪你修好每一天。你若是希望咱的修道。你有法度真正体会到迄个道的美妙，各位世间的缘分路清楚。那掌传的意思，毋是讲阮甲我你个甲规个断住，修道毋是用断住的，是讲掌传的意思，是讲你爱立下决心啊。各位，你咧信教的时阵，你敢有立下决心？有啊，由今开始。我无要食上生的肉，这敢有斩断？这就是一种做决心的做法咯。所以真世间的因缘，各位，咱对咱信仰开始全部分落清。长是讲长
毋是迄个长发吼，是为咱内心你甲长。像咱头拄仔讲的，你可能甲足侪异性吼，有足侪好的姻缘。哦，伫算命来讲，迄个桃花啦，所以迄是你的外缘。你敢有法？你敢会使因为迄外缘影响着你家庭的平安稳定？千万唔通，迄句话了文玩算袂完，毋是讲拢歹的，啊，毋过文玩算袂完。你的形象，甲对方因的祖先做关系啦，头拄互我称过啊，因的祖先甲放过你，无可能。形象你讲啊，我著该有迄个姻缘利益啊，毋是啊，对，毋是啊，因的祖先拢咧看你。所以在因世斩断因有缘，因恩与怨吼回首瞬间。当咱若真正有法度下定决心，迄叫做善恶分别，前后天堂地狱的差别，回首的瞬间，靠你的一个念头。所以各位姐姐，好啊，立下咱的决心，从今仔开始种下善因，咱的道就遭受。过来，唯有心无真爱，成就大愿；唯有心无苦，妙不可言。伊说甲咱讲，咱要真正要成就咱的大愿，你的心爱无定，爱无爱。定是啥物定？定是咱的五定。咱有眼耳鼻舌心嘛，眼耳鼻舌心，伊有生五定。这五定藏伫咱的阿赖耶识，伊会种备咱自性的方面。你爱透过修持，这个定爱才有法度去掉。爱是啥物意思？爱是你外在所结的恶缘。这个恶缘随时会找你来讨，会造成咱生活的无方便，伊会阻碍你，伊会受烦恼，会阻碍你。所以生活有顺无顺，拄仔看这两项，各位前年你的心一个调好，一个落，一个歪。然后咱要讲成就大愿，咱才有迄个机会啊！自然而然，咱就会成就。唯有心无苦，这个苦啊是苦干的意思。所以道是我的，咱头拄已经讲过啊，道是生生不息的。咱修道毋通修到啥，执着迄个空啊。互我去越南哦，因道有一个宗教，啊，咱道亲有相信哦，本来求道哦，去请教嘛是共阮叫入去啊。伊讲啥物？伊讲世间一切变成空。故真诶，即句话怎会敢若对咧？啊，毋过，伊无爱伊一句话。咱伫道中咧讲吼，你讲世间变成空，啊，毋过真空会当安怎？真空会当生命有咧？因无即句啊，因无即句，啊叫做苦啊，会变做一种苦。所以咱咧道理吼，本来是另外，道本来是奥妙无穷，伊从无停止诶一天。咱爱好啊，加体会，所以修道毋通修到伤啥，伤狭隘，伤执着。修道若伤执着，咱的成就必然有限啊。所以咱爱对咱的根本开始，根本对倒开始，敬天敬地孝敬的当前，人间处生死会在哪一天？咱爱好啊去体悟，咱无法度把握明仔载，才会当看到明仔载日头。各位咱敢有把握？无啦，我嘛无哈。所以把握当下，把握每一个时间，对咱上基本的敬天敬地，尽咱的好心，安尼来开始吼。过来，勿生恨，点化灵光的眼；勿生怨，欢喜以故连怨。咱人有一个物件，互咱足歹过，贪嗔痴内底上，互咱生活上艰苦的是啥物？对，那是讲痴啦。以咱的论文来讲哦，痴啦是痴无对，其实三个拢有影响，个人的因缘无共的吼。然后你若直接看着怨恨哦，迄个痴吼，迄个痴会当互你啥？你看袂着真理，人假为真啊。啊，毋过吼，人假为真，有个人嘛是活了足快乐的。恁去遐一班，我今日要来佚佗，这痴哦。来，怨恨是啥意思？怨恨是咱的嗔恨，所以嗔恨会当互咱下暗困袂去，但是冤家了气甲困袂去，气甲食饭食袂了。所以吼，勿生恨，勿生怨，
咱较有法度伫咱自性良心内底建立莲缘啊，莲缘是咱的莲花缘，把咱的目睭泡开哦，莲空的眼，灵火没有污染的什么心眼，这个叫天眼，叫做慧眼，那叫做慧眼哦。缠绕欲望的思念散热一瞬间，心怀忏悔，陪你修好每一天。这跟咱头拄共款哦。咱人内底有愿望，你若要甲好好去甲安搭，或去甲处理掉吼，咱会时时受伊的影响。所以善恶是毋是一个信念伫伊？善恶只在一个心念。你要做善做恶，是毋看你家己念？一个念头而已哦，善恶一瞬间。要清口甲无清口是毋是一个念头呢？确实是啊，各位姐，你若去成全人吼，真正是安尼，确实是吼。所以今仔日是几个班，请咱各位姐姐好好体会咱老汉古的启示吼，好好心怀忏悔，陪你修啊每一天。忏悔是一个真好人手的修行的功夫，吼，真正吼。来。佛前的诺言，却逃不过天眼，洗心革面，心能化迷眼。对心开始化解咱内心的迷惑，所以各位姐姐，对今日开始，咱来洗心革面。什么叫做佛前的诺言？他多已经有讲过，咱是毋是有三个愿？除了三个愿，佫有啥物愿？除了三个愿，佫有啥物愿？咱若出现无困难。哦，除了迄三个愿了后，各位姐姐，咱每一工清口以上的心事，佫有几个愿？佫有生存愿。你清口偌久，你甲乘以2，以当来算，有愿无？这敢是咱虽然讲是离几个愿，啊，毋过你敢有答应上天买几个？有你有答应上天哦。所以三条大愿，迄三个求道。请靠忏悔，迄拢是你甲上天答应的，这是你叫做诺言。你答应上天要做的代志，你来立几个愿，你来立啥物生存愿，是毋是答应上天要做的代志？是要答应上天的代志。厝内有7个天眼，咱身为大主，逐工爱啥物？早献香，晚献香，敢有原忏文？7个人一工啊，早暗365遍，下暗365遍，加起偌济？730遍。你若有人10年啊，7300遍。你若是20工的咧，你若差不多14600遍。所以咱答应会偌济物件，同款的话，咱一直讲，咱到尾就，我毋是当菜，我是讲，咱家己要完成，你大家要记得，逐工要完成，早线香的愿唱，线香的愿唱，到内面形象愿唱。各位晚上我改练到忏悔改过就是重复编码。世间一切有拢是三咱安尼代志，咱爱甲咱自身内底吼，常念天心对笑啊，这是咱的自身用心，就是咱的灵魂内底吼，咱爱伫遐建立咱的果果，好好建立咱的慈悲怜悯，跟着众生，咱有咱的使命。你既然家己觉察，咱安尼做会当成就，你感觉你是会当成就啊，所以你做。所以来什么要在无量心生福报，有一行有一天是色爱上的，这我看。高贵非常大，欢人却视而不见，规矩一走偏，规个拢得去。咱
替你家己祈愿，祈祷未来，咱会当如何的了